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新一期嘅 Can't Be Like Listening Exercise。咁希望大家已經聽咗我哋嘅 chit chat，咁喺英文就有一個大概關於呢個聆聽練習內容嘅一個 idea 啦。咁喺開始之前呢，我想提醒下大家可以將你嘅對呢個節目嘅評價或者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話俾我聽啦。咁我喺下面評論 description 下面咧就 link 咗一個 DM me for comment and idea 嘅 link 啦。咁如果你點開咗佢，就會出現咗你 Messenger app 或者 Android 嘅其他 text app 嘅一個 function。咁你就可以 send 一個免費嘅 text 俾我，咁我就會收到你嘅留言噶啦。唔該晒大家。咁事不宜遲，我哋就開始今日嘅聆聽練習啦。咁首先我會講一講港鐵、巴士、小巴、天星小輪同埋叮叮有咩唔同啦，有咩好處同埋唔好處。之後我哋會講一講八達通 Octopus Card。咁首先我哋講一講 MTR 啦。咁香港人就叫佢做港鐵或者地鐵，或者會稱呼翻佢唔同線路嘅名稱，譬如 Eastern Rail Line 就係東鐵線啦，屯馬線就係屯馬 line， 咁如此類推啦。咁我哋就係咁樣稱呼佢嘅，而佢亦都可以話係香港最常見嘅交通工具之一，因為搭鐵路係唔會塞車啦。咁對於返工嘅人嚟講呢，上班一族嚟講呢，就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唔會遲到，亦都唔使擔心冇車呢個問題。我自己啱啱喺英國搬返香港嘅時候，都最中意搭鐵啦，因為佢好快捷舒服同埋好便捷。但係亦都有個唔好處，就係如果你喺早晚高峰 peak hours 嘅時候去搭港鐵嘅話呢，你需要企人逼人咁企，好似沙甸魚咁，而亦都好難去揾到一個座位去坐。而港鐵有一種特別嘅文化叫關愛座文化 （Priority Seat Culture），就係關愛座 priority seat 淨係會俾老人家、孕婦或者有明顯可見嘅殘疾人士去坐啦。如果一般人坐嘅時候，好容易會有人去話佢：喂，你做乜坐關愛座啊？所以會有一個好搞笑嘅現象，就係就算個車廂好逼，都冇人去坐呢啲關愛座，以免會俾人鬧，或者更差可能俾人拍片擺上網公審。我自己覺得朝早搭地鐵返工最大嘅唔好處就係唔可以好好咁享受我返工嘅路程嘅寧靜。咁我可能要轉2到3次線先可以去到我嘅辦公室啦。咁我就唔可以將可能一條 YouTube 嘅片睇完，或者慢慢咁樣坐喺位度去睇一本書。咁我自己因為咁嘅原因呢，就慢慢開始咗搭巴士啦。巴士有個好處啦，比起地鐵，佢嘅好處就係你會可以靜靜地咁坐喺位度睇風景。咁香港係一個好靚嘅城市，有好多好靚嘅山路或者好壯觀嘅風景啦，可以喺你返工路途上或者去見 friend 嘅路途上睇到啦。咁譬如可能你喺九龍過香港嘅時候，你就可以欣賞到維港嘅美麗景色。咁我自己就非常中意搭巴士嘅過海嘅時候。咁過海嘅意思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叫cross harbour，cross the Victoria Harbour， 就係由九龍去香港島或者香港島過九龍，呢個我哋稱之為過海 cross harbour。咁過海嘅時候呢，其實有好多人唔知搭巴士係平過搭地鐵幾多嘅，所以係一個比較實惠嘅方式去過海。除此之外，
巴士亦都比地鐵舒適，因為好多時候你都可以喺位度坐，甚至乎有啲新嘅巴士係會有 USB port， 而我搭過嘅機場巴士呢，就會有一個可以俾你調校嘅座位啦，咁你可以將你嘅椅背向後移，咁令到你嘅旅途更加舒適。咁好多時呢，一程巴士就可以由你嘅出發地點去到你嘅目的地，咁你就可以用喺巴士嘅時間去休息、瞓覺或者去做自己嘢，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好處。咁當然啦，巴士亦都會好受交通狀況嘅影響同埋路況嘅影響。咁可能如果有塞車 traffic jam 嘅時候，就會出現延誤 delay 啦。咁政府亦都有為咗呢件事而作出一定嘅努力。喺好耐之前，運輸署已經設立咗巴士專線。Bus lane that are specific for buses, exclusive for buses， 去解決呢個問題，令到搭巴士嘅乘客會比私家車嘅乘客更快咁去達到目的地。所以我認為，如果你追求舒適度，而又可以遇到足夠嘅時間去返工，或者你只係喺非繁忙時間去街嘅話，其實巴士會比港鐵係一個更加好嘅選擇。而同巴士好似，但係令到好多唔識講廣東話嘅人唔敢搭嘅交通工具呢，就係小巴啦。小巴好多時係喺新界或者一啲偏遠啲嘅地區啦，咁搭佢嘅乘客好多時就係已經係住喺附近嘅人，所以佢係冇報站系統嘅，你要自己好警覺咁留意街景，知道幾時落車。而好多小巴係冇設有一個落車掣嘅 ，like a button for stopping， 咁你就要嗌有落，which means getting off please。咁司機呢就會舉起佢嘅手去同你講佢聽到，而佢會停車。咁如果佢冇舉手嘅話呢，好大機會會出現一件好不幸嘅事情，咁就係飛站啦 ，skipping the stop。咁佢可能就真係唔停站，而你就去唔到你想去嘅地方，咁係一件都幾頭痕嘅事情嚟嘅。咁總結一下呢三種香港人最常用日常出行嘅交通工具，就係港鐵、巴士同埋小巴啦。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比較冷門嘅交通工具，譬如係叮叮 Trams on the Hong Kong Island 同埋天星小輪 Star Ferries。咁其實喺香港島專門獨有嘅呢個交通工具 which is tram 啦，廣東話我都唔知係叫咩，可能大概可以譯做纜車咁樣嘅一個譯法啦。但係我哋香港人呢，淨係叫佢做叮叮嘅，因為當佢到站嘅時候，你就會聽到叮叮叮咁樣啦，咁我哋就會叫佢做叮叮啦，係一個好親切嘅叫法。咁我覺得叮叮係非常之適合遊客去環遊香港島嘅一個交通工具，因為佢可以以好低廉嘅價格令你可以遊遍香港島。可能由柴灣區去到堅尼地城都係5蚊內可以做到嘅一件事。但係作為一個趕時間嘅人呢，叮叮就未必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因為佢其實比一般嘅車速係慢好多好多，而停嘅站亦都非常之多嘅。咁如果你係趕住去見朋友或者返工，就唔會建議你搭叮叮。我一般都係帶住一本書，想好平靜咁樣去度過一日嘅時候，先會去搭叮叮嘅。咁佢就係一個比較適合遊客同埋假日嘅交通工具。而另外一種
同叮叮相似而又深受遊客喜歡嘅交通工具就係天星小輪 Star Ferries 啦。咁佢係一個過海 cross harbour 嘅好好嘅方法啦。佢可能可以由中環或者灣仔出發去到尖沙咀碼頭，非常之接近好多嘅遊客景點。每次我有朋友嚟香港探我都會帶佢哋搭天星小輪。而我去約會嘅時候 go on a date， 我都會同啲男仔可能搭下天星小輪，吹下水，傾下偈咁樣。所以係一個幾好嘅約會方式。咁講咗咁多交通工具，等我哋嚟講下一個非常之相關嘅話題，就係八達通啦。八達通就係香港人嘅 Metro Card， 佢可以令你乘搭任何嘅交通工具。你只需要喺一個港鐵站入邊俾50到100蚊去買一張八達通，然後增值 top up 一定嘅金額，咁你就可以無障礙咁樣喺香港四圍走噶啦。但係八達通同其他城市嘅 Metro Card 唔同嘅一點，就係除咗交通工具之外，你喺商鋪，譬如71餐廳、超市或者甚至係一啲小鋪頭，你都可以用佢嚟俾錢嘅。你可以將佢想象為一張記賬卡咁 debit card， 可以入咗錢就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同埋場合使用，係香港人手一張嘅卡。而因為而家電子數碼化 digitalization，我哋會將實體嘅八達通 physical octopus card 變成電子八達通，喺八達通 app 入邊用 Apple Pay 去俾錢。如果你係長期住喺香港，我非常建議你去用電子八達通，而唔係一張實體卡。咁你需要增值嘅時候就唔使排隊，非常之方便。如果你有小朋友喺香港嘅學校度讀書，無論係本地學校、私立學校、國際學校，定係大專上學院，譬如大學同埋一啲教育課程呢，你可能都可以去申請一張學生八達通。咁你搭港鐵嘅時候就會有半價噶啦， 50% off for MTR。咁如果你係一個交換生 exchange student， 我都希望你去校務處 Student Affairs Office or the School Office 去申請呢一張八達通。咁你喺香港周圍去嘅時候就會可以方便同埋平好多。咁去為呢一集嘅收尾，咁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嘅童年故事啦。咁我細個嘅時候係冇電子八達通嘅，所以我搭交通工具、搭巴士、搭地鐵嘅時候都需要一張兒童八達通啦。咁佢其實係一張粉紅色嘅卡，都幾可愛嘅。咁好似我頭先話啦，去攞一張實體八達通，你係需要俾按金嘅 deposit。咁我就會偷偷地咁攞住張八達通返港鐵站、地鐵站，同個職員講我想攞翻我嘅按金，咁佢就會俾翻50蚊我，然後我就會同媽咪講，媽咪，我唔見咗張八達通啊，咁我媽咪又會去買過張俾我，於是者我可能每半年做一次一個咁樣嘅退還定金嘅行為啦，咁我就會多咗50蚊零用錢啦。我都知我都幾衰幾曳嘅，但係曳 in English is cheeky。咁但係嗰陣時小朋友想要錢啊嘛，咁冇辦法啦。好，咁今日嘅聆聽練習就去到呢度啦，希望大家中意今期嘅內容。咁好似我喺 Chit Chat 嗰集咁講啦，你可以喺
description 度去 DM 翻我，去講翻你想學嘅topics，同埋你對呢個 Canto Be Like 嘅一啲 comments 都可以話俾我聽嘅。咁我仲有一條 link 係 support me here 嘅 link 啦，咁我都會好 appreciate 你可能會有一個 donation 或者一個 subscription 嘅，因為之後我可能都會出一啲 bonus episode 或者 premium content 去俾大家啦。咁我維持住基本可能一個禮拜更3到4條嘅片嘅 audio 啦。咁呢個係大概而家我嘅 commitment 我可以做到嘅程度。咁我哋之後會再 adjust 睇下點嘅。因為 Canto Be Like 而家都係 still in its infancy， 都係仲係一個 BB 仔，咁我都唔知以後會係咩方向，都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而我自己確實可能都係用好多我嘅公餘時間去做一個節目，擺咗好多心機落去啦。咁我都想買一支好啲嘅咪去錄個好啲嘅音質俾大家聽，所以可能各種各樣嘅地方都需要少少資金。咁大家隨心啦，冇都冇所謂嘅，希望你會 enjoy 我呢個 show 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咁我會分享一啲關於 Getting Around Hong Kong 一啲關於交通嘅詞彙同埋佢嘅讀音用法同埋一啲常用嘅句子，希望可以幫到你學廣東話同埋香港嘅文化。咁好，我係 Venus，下次見，拜拜。